去各国游览这个旅游专案，要伫桥未曾开放进前呢，敢若会使靠类出国过一个瘾。即马国内有业者率先咧杀马祖空中绕境的航班，拍算伫5月7、9起飞。即包括大甲镇南宫的马祖顶顶上少11个宫庙，拢会请马祖飞上天。3点半钟航程，一直互人机顶面举办这个祈福仪式，加上伫后仪式有软球卡的活动，一个人票价差不多要6000块。 马祖起家信众护监，马祖顶船祈求降雨水。即摆因为疫情关系，马祖都要搁飞上天替民众祈福，陆海空绕境拢总法度完成。全台湾头一个马祖空中绕境航班，伫5月7、9要启航。因为无法度出国，类出国形式是愈来愈济。一台飞机虎航的航班是180座，那5台的航班。 就是大概是900。因讲是有史以来上大的空中进香团，目前已经有11个宫庙参加，包括大甲镇南宫的马祖，因过登记身上一个航班上计敢会使有6尊尔，身上必须放伫头一排位，跨度袂使超过45公分，深48，悬袂使超过74公分，重嘛袂使超过77公斤。飞航的规定，在飞机上面的神像必须要用神龛。 把它做起来，所以我们的神龛大部分各宫庙会准备的是那种透明亚克力的神龛。马祖空中祈福的航班拍算要为桃园机场出发，先为东台湾驶到南台湾，再搁飞到平湖、金门、马祖，最后回到桃园机场。总共是3点半钟，一个人票价是5988。伫后机室搁安排软球卡，同时搁平安米甲马祖的护照，将宗教结合类出国行程，就看信众敢有想要体验看卖。